离开乌鲁木齐前往达坂城区，从 G312 国道下来有一条不起眼的小路。穿过铁路桥，道路很快就变成了碎石路。我再一次出现在了游客不应该出现的区域。山坡的另一边有一座新建的、还未使用的集中营，周围毫无遮挡，所以只能爬上山头拍摄，还不敢站立拍摄，怕被人注意到。达坂地区还有另外一个红色标记，推测可能是一个拘留所，不过我没有去查看。关于新疆集中营这个事情，外国媒体已经有很多报道了。我上一次骑车去新疆的时候，也跟当地的汉族人打听过，有听说大量的维族人被当作廉价的劳工，外包拉到其他地方干活。不愿帮助中国政府监控自己同胞的维族人也会被送进集中营接受教育，学校内也不允许使用维吾尔族语言。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发生时，中国政府控制的警察当着那么多外国记者的面敢肆无忌惮地打人杀人。所以在新疆这种外国媒体根本就进不去的地方，中国政府对维族人的迫害就更加是难以想象的了。不愿被奴役的人也不愿看到别人被奴役。愿中国政府共产党早日解体下台，结束这一切反人类的罪恶。